2026年6月26日每日靈修，讀經、禱告、祈求，主必再來。593警醒等候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。所以，你們要警醒，因為那日子、那時辰，你們不知道。馬太福音25章13節。小故事。有一個少年病重，朋友請威特為他禱告。威特坦誠說：我不會禱告，我怎能替別人禱告呢？而且我自己也是個罪人。但邀請者再三懇求，威特就不便再推辭。那位生命垂危的少年人對威特說：我年幼的時候是很乖的，但後來就學壞了。現在我快死了，還沒準備好去見神，怎麼辦呢？我可不能就這樣死去呀！求主赦免我，求主救我，請你為我禱告。此時，他不能不為這少年禱告，但又知道自己也是罪人，還未得救。當時他立刻跪在地上，抓緊那人的手，先為自己禱告說：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願意接受你作我的救主。他的心平安了，就為那個少年禱告。威特事後回顧說：我起身不久，那少年人就去世了。可是，在他臉上滿了安詳。那天我真信神了，神藉這少年人把我帶回救主面前。我相信將來我們也會在天上再相見。默想，無人能知主何時再來，我們必須時時預備好，警醒的看守，以致他再來時，我們不會羞愧，而且可以交上好的成績。禱告。信實永恆的父上帝，你是我們生命的主，因為有你同在，生命中雖然有無數的艱苦和挑戰，但是有你給我們屬天的盼望，我們就可以得勝有餘。求主保守我們，堅守我們的信仰，與你親密交流，也要時刻警醒，不受惡者的試探和誘惑。我們要隨時準備迎接你的再來，接我們永遠與你同在。感謝你豐盛的恩典，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